各位街坊，你知唔知紫色洋葱同黃色洋葱有咩分別㗎？仲有去街市買個靚紫皮洋葱瓣去切絲猛火爆炒豬扒，又或者用嚟兜亂炒牛肉。恭喜你，你啱啱將通血管嘅神藥炒成一碟毫無營養嘅廢物。今日用3分鐘直接同你拆解菜販死都唔講嘅洋葱3大致命錯覺，唔想日日食錯傷身。呢段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嗱，我哋先講下呢個肥肥白白、表皮呈黃銅色嘅黃皮洋葱。去街市買姣，菜檔阿姐最中意塞2個俾你。佢個頭細啲，多數扁扁啲，直徑大約6到8厘米。佢最大嘅優點就係2個字：甜同埋溫和。點解老林話黃洋葱係通血管神藥？皆因佢有2大法寶：前列腺素 A 幫手撐闊血管、降血壓，同埋扶皮素防血管老化變硬，絕對係老友記嘅護心，好幫手嘅。怕辣上胃，老林教你大廚嘅慢火逼甜法：刀先濕水切絲，包你唔流眼淚。落鑊用細火慢慢炒，睇住佢變半透明焦糖色，辛辣味就會揮發晒，變做天然甜味，用嚟燉肉煲湯，唔落糖都甜入心，孫仔孫女實中意啦。黃洋葱慢火煮就話甜啫，但如果想生食做沙律，兼且追求最強嘅抗氧化功效，就不得不提佢個好兄弟紫洋葱啦。講完黃皮，我哋嚟睇下呢個紫皮洋葱。表皮紫紅，形狀圓啲大啲，直徑有成8到10厘米。佢水分比較少，肉質實淨，相對更耐儲存。佢嘅性格就好似辣妹咁，一個字：勁。前幾日我喺街市撞到李師奶，佢買咗1大袋紫皮洋葱。我問佢：李太，買咁多紫皮洋葱做咩啊？佢話：老林，網上啲片話紫皮洋葱通血管最勁啊嘛，我特登買返去，日日切碎佢，配埋啲豬骨，煲足3個鐘老火湯俾老公飲呀。我一聽真係揼晒心口嘅。點解佢係紫色？因為紫皮洋葱入面有超級多嘅花青素。呢個花青素簡直就係血管嘅超級清道夫，專門掃走血管入面嗰啲自由基垃圾，幫手延緩衰老。但係大家聽清楚啦，李太個做法錯到離晒大譜。點解？因為呢個超級清道夫極度怕熱，花青素一遇到高溫就好似雪糕遇到火咁，即刻死清光。如果你仲懵成成，攞佢去猛火爆炒，或者好似李太咁煲足2個鐘老火湯，啲通血管精華就會全部揮發晒。你食落肚嘅只係一堆冇用嘅渣，仲以為自己養緊生，想真正保住血管後生，記住死命令：紫皮洋葱一定要生食，或者輕微涼拌。好多老友記即刻話生食辣到飛起，點食呀？唔使驚，老林教你冰火去辣法。第一步，將紫皮洋葱切到有咁薄，得咁薄，最好切絲。第二步，準備1碗冰水，記住一定要夠凍嘅，加少少鹽。第三步，將洋葱絲放落冰水度浸10到15分鐘，就係咁簡單。冰水可以將洋葱入面刺激性嘅硫化物逼出嚟，但係保留住珍貴嘅花青素。浸完之後撈起，滴乾水，加少少陳醋、麻油或者放落沙律度，口感爽脆鮮甜，一啲都唔辣，啲精華一滴不漏食晒落肚呀。所以大家以後去街市，記住老林呢2句口訣：紫皮涼拌保青春，黃皮熱炒甜入心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係咪即刻想攞起個環保袋落街市掃貨呢？且慢，如果你唔識揀，分分鐘買咗個壞心眼返屋企，唔單止冇營養，仲可能食壞腸運胃。大家去街市係咪見過啲特價洋葱10蚊一大堆，任揀？好多老友記貪平就隨手執，其實裏面大把學問。接下來呢3招街市揀手秘技，係老林同一位賣咗30年菜嘅老行專道偷師學返嚟嘅。學識咗，包你以後買親都係極品。準備好紙筆未？第一招，睇表皮，一定要揀啲表皮乾爽，好似牛油紙咁薄，仲有少少反光嘅。如果表皮濕立立或者有黑斑，即係裏面可能已經發霉。第二招，落手摸。買洋葱一定要動手，
輕輕捏下個身，要好似後生仔啲肌肉咁實淨。如果你捏落去亂落脈，或者個心凹咗入去，即係裡面已經開始腐爛餅，倒1蚊斤都唔好買。第三招，睇個頂，反轉個洋葱，睇下個底部，千祈唔好買標晒綠色芽嗰啲。發芽即係洋葱嘅營養已經俾棵芽吸走晒，得個空殼，買返去都係食齋啊！買到靚洋葱返屋企，10個阿媽有9個，第一時間就係連埋個膠袋一齊飛入雪櫃。錯，大錯特錯！雪櫃入面又凍又濕，洋葱最怕就係濕氣。你放佢入雪櫃，唔使1個星期，佢就會變軟、發霉，甚至出水變臭。而且洋葱嘅強烈氣味仲會傳染俾雪櫃入面嘅生果同牛奶，搞到成個雪櫃陣味怪怪地。咁應該點存儲？老林教你舊絲襪保命法。首先，試個通風嘅網袋，或者阿女唔要嘅舊絲襪，洗乾淨先啊。將洋葱一個個擺入去，擺一個打個結，再擺一個又打個結，將佢哋分隔開，然後將成條洋葱串吊喺廚房通風、陰涼、太陽曬唔到嘅地方。咁樣做，洋葱之間唔會互相焗住，通風透氣，擺1、2個月都一樣咁爽脆新鮮。要食嗰陣，剪爛下面個結，攞一個出嚟，極之方便。最後仲有一個致命傷，呢點真係非常之重要。我去好多老友記屋企探訪，發現佢哋為咗慳位，好中意將洋葱同埋薯仔擺埋同一個籃度，有啲仲會放埋蒜頭落去湊熱鬧。大家記住，呢個係廚房最大嘅禁忌。點解？因為洋葱喺呼吸嘅過程中會釋放一種叫做乙烯嘅催熟氣體，呢種氣體對薯仔嚟講就係一支催生針，佢會逼迫薯仔極速發芽。大家記住，發芽嘅薯仔會產生龍葵素，係有毒界，食咗會又嘔又肚屙，絕對唔食得。而調轉頭，薯仔本身含有大量水分，佢釋放嘅濕氣又會令到隔離嘅洋葱極速發霉腐爛。佢兩個擺埋一齊，直頭係相愛相殺，攬住一齊死。剛才講過，洋葱同薯仔擺埋一齊呢個大忌，我相信你身邊10個朋友有9個都仲做緊。大家快啲將呢條片分享俾你啲親戚朋友、舊同學、老表群組，提提佢哋返屋企，即刻將洋葱同薯仔分開擺，等佢哋都知道你係最識養生嘅健康達人。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呀！最後提提大家，雖然洋葱好處多，但腸胃特別敏感，容易胃脹氣嘅老友記，記住一定要煮熟先食，而且要適量，唔好當飯食啊！好了，老林下集再為你拆解更多廚房同健康嘅迷思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長命百歲，拜拜。